谢冕恐污了王爷尊儿，王爷喝醉了，请回去歇息吧。今日之事，一个人都不许说起，否则我死无葬身之地。哎，皇帝有心擢升眉庄至嫔位，然而皇后睿智的提议，应待眉庄顺利分娩后再行封赏，以示尊重与祝福。皇帝听后，对皇后的周到考虑赞不绝口。眉庄因其贤淑端庄，举止得体，被赐予会贵人之荣衔，以此表彰其品性之美。朕想了个惠字。贤惠得体，形容沈贵人是恰如其分。眉庄身怀6甲，无法再像往常那样侍寝，她深感担忧，生怕甄嬛会因无人陪伴而感到寂寞和不安。同时，她对玲珑的孤独和无助充满了怜悯之情。为了照顾好这2人，眉庄决定邀请玲珑前来行宫一同避暑。她相信，在这凉爽舒适的环境中，3人能够度过一个愉快而难忘的夏天。玲珑目睹了眉庄与甄嬛的得宠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失落之情。这里既凉快又精致，果然是个好地方。当温宜公主迎来了她的周岁生辰之时，后宫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。这一日，曹贵人作为公主的生母，与身怀6甲的眉庄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，受到了无数的奉承与祝贺。而在众人之中，久未露面的端妃也罕见地出席了这场宴会。她虽然身体欠安，却仍然坚持前来，为温宜公主送上祝福。端妃对温宜公主疼爱有加，她的出现也让甄嬛倍感惊喜，2人的关系也因此拉近了许多。整个宴会上，气氛热烈而祥和，曹贵人和眉庄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而端妃和甄嬛也在谈笑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好感。这一日，后宫中的欢声笑语成为了每个人心中难忘的美好回忆。我想出去走走，若皇上问起来，便说我即刻就回。甄嬛暂时离开了宴席，到水边清洗双脚，以此自娱自乐。不小心脚滑摔倒在地，在那里，她偶然撞见了在那独自喝酒的果郡王。小心啊！你是谁？你躲开！果郡王从他那神似画像的气质中立刻认出了他，心生仰慕。但甄嬛对这位王爷却印象不佳，觉得他行为放荡，难以捉摸，因此对他态度冷淡。王爷请自重。小主，留住，见过果郡王？你没见过我，怎知道我是果郡王？宫中除了果郡王，试问谁会一管长笛不离身？甄嬛回到宴席后，曹贵人巧施妙计，将甄嬛推入困境，逼其在众人面前表演已故纯元皇后生前最擅长的惊鸿舞。他的意图昭然若揭，企图借甄嬛的大不敬之行，使其失宠于皇帝。甄嬛在紧要关头急中生智，她联合眉庄与玲珑，巧妙地以歌、舞、琴3者的和谐共鸣，博得了皇帝的赞赏。然而，在场的其他人却心怀不轨，纷纷指责甄嬛的舞姿有模仿纯元之嫌，讥讽其毫无创新之意。就在甄嬛深感无助之际，果郡王以一曲悠扬的笛声翩然入席，为甄嬛雪中送炭，增添了几分力量。这意外的助力使甄嬛瞬间灵感涌现，她身姿轻盈的翩翩起舞，舞姿优美至极，令皇帝为之倾倒。而原本想要借此机会讨好皇帝的曹贵人，却适得其反，反而弄巧成拙，成为了这场宴会上的笑柄。本宫记得纯元皇后做此舞的时候，连华妃都还没入王府，更何况是曹贵人你了？你又如何知道纯元皇后之舞如何？你又怎么拿婉贵人之舞与之相较呢？